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路人同等來收聽，邊個好嘅節目？這禮拜這真正特別咯，你喂一分鏡看到一分鏡面就掉出嚟鏡，呢邊個人硬是看到鬼呢？一分鏡歡迎，一分鏡都到。hello 啊，我冇攞 mute 掉。哦，你到車，你冇 mute 啊？我聽到你車拍色呢，滴白滴白。誒，日本數啊，恭喜啊，恭喜啊，有一本鏡。小盧誒，恭喜恭喜。thank you。แล้ว兩個點樣 OK แล้ว我ก็這禮拜老椒是毛毛菇咯，歡迎毛毛菇。Hello，講嘢講係一成個，人家人用 computer 咧，一時個拍電話嘅 line。你 headset 是做咩使用？那是學講電話係先係先可能。哦，對咯，伊是調子學講電話嘅。那是講你 headset 是 for gaming 嘅咧，有可能伊聲較好。伊人做咩事？伊是張學聽電話嘅聲咋，伊唔是學 computer 用嘅聲。明白，但我用迄個 gaming 嘅嗬，伊麥袂用。咪上好。是講你這行來行去啦，特別你聽你把這錄音是你我放出來是你聽到你聲 quality 好聲嘅。OK，當今我個會介紹迄個新椒先，我只新椒啊，等又話。Valerie 裏面，你畫面想到未？嚇，想到你。法拉利，你唔是學緊話咩？法拉利。小大造車啊！哎呦，你咩小大造車啊？有聽啦。Hello 因為我當時人叫我，你看嘛，法拉利嘛較緊嘛，有個人不要叫我的名嘛。哦，咁我想話超壞啊，等陣誒，你聲有冇老腔嘅？你學緊我，你是做到了位人。新加坡。哦，真係你在條邊學緊嘅呢？就是在伊個podcast 內邊找到的。我找幾個故事，找到的。你講我嘅時候，我嗰陣特別嘅邊是到啲做好呀。你講我嘅上雲吞。特別你好聽我人邊咧學緊你學嘅話本啊。然後黃老李啊。華羅里一定一直國家嘅，驚被困死佢國家，真係一個幾華羅里可能。แล้วก็จะแค่新椒จีน่า咩你畫面小笨笨啦喂，但我講啊嘛，係咩啊？士健娜，哇，士健娜，歡迎士健娜，歡迎。係。你本是新椒啊 ？Actually， 我 friend。我唔知畫面叫咩啦，伊叫我滾下豆啊喂，所以我滾下豆我是未 join 呢，我正方面2點半啦。你是 Australia 係 New Zealand 哦。然後同埋我 message 伊，啦 join 佢叫死我唔知叫咩名。但係看，把你個 join 啊 ，Valeria。唔知了。哦 ，Deb 是，哦 ，Deb 是新加坡 ，Deb 是佢布杜瑪有冇啊？哦，布杜瑪有，你朋友是幾哪來咯？布杜瑪有冇是幾哪來啊？誒，你大媽嗎？Hello，New Zealand 嘅司機啦，冇搞。Hello，我多謝你。來啊！我冇係 video 啊，我連啊睇下啲事，我群啊。你等陣，我想到你新椒大媽法拉利啊，我想到你名咯。你咪做華勞利？華勞利啊。OK， 嘛是會使。華勞利啦，華勞利是新椒新加坡人頭一擺聽到，不，頭一擺來參加。你意思講，啷特別卡好淡薄啊！伊新加坡人本來參加
那新加坡咪新加坡都冇用學冰箱咯。你嚟參加咧，特別要在咧新加坡嘅話，咁人係特別冇上啊嘛，特別人應該有聽啦，比較聽係乜個好多人知啦。伊去吹，伊去聽到底邊咧學嘅 podcast，伊去聽幾個數了嚟參加嘅人咯。OK，當叫我介紹我特別嘅邊個咧先啦，讓個斯基拿到 New Zealand 嚟新西蘭，แล้วก็พุทธมายมันตัดสิงคโปร์แล้วก็จีนก็จีนก็จีนก็จะสินเจ้าก็800K 到底 Skype เป็น環境 800K。Hello， 800K 你聽到人我大媽講話，你聽人聽到伊個人先。聽到是講我扭起啊嘛。唔要緊，你寫只名句個即係講。係咪我話你當劍只名啊！明啊，咯當劍，嗰時看到啲 original 而家好好。就是咯。你冇用係咩？我就是驚，我買了我驚我 regret。有。等陣上講嘅聲咧，我嗰時掂住病咧。你不要問係咧學即英國中聽英國中， slightly 淡薄講文 actually。嚇，就是咯。淡薄啦，你聽英國中嘅時候，你就知嘛？知。OK，然後當然咧，我俾即係呢塊俾介紹嘅，等我看下你 Skype 入邊個人嘛，是啥冇？OK，800K啊，我未錄人真聽到嘅，邊度學見？哦，我是直我啊個3、4年整我是 Google 講福建話。我錄邊啲福建嘅物件走出來咯。哦，如果講緊你派聽，我邊啲福建物件走出來，我估咯，叫佢當住堂卡。直接叫啊？我叫 off air 喎 ，on air。哎呀 shit， 我未見過。但媽我就等個半時咧，我時愛講咧，我佢唔使講有嘅是冇嘅。Oh my god！Sorry，YouTube 嘅人啊 ，Hello YouTube 人歡迎啊，望你過來啊，未記 start 啊，超唔正啊，所以就未見未見，我那時就對錄掉會看咧，要見未到對起邊咧學見到 comment 網頁會好看即節誒，邊咧學見錄音咧叫做冷流了，你去看看即節有 miss 掉下面物件啦，望超唔正㗎，即係你先至拍確啊嘛。你能到底看就未記得 start broadcast 感謝不多呀แล้ว當佢話俾人到底即嚟 live show 本當啲 Skype 如果聽 Google Hangout 被冚點乜嘢多打 Google Hangout 不是 Google Hangout Google Plus 哎呦你安怎好Google Plus 不到冚打嗬，讓到我特別用 Facebook 咯，應該是我是俾每看咯冇上嘅而家 Google 冚打咧，係 Hangout 佢使用是冇 ？Hangout 應該是有個，是講 Google Plus 冇呢？用 Hangout 係俾 send invitation to 佢咧，會使啊 ？Hangout 我係咪俾 send invitation 到啲 Hangout？我安怎啊？等我特別想下 test 下，特別我啲我會 post 到啲得落位咋，我直接得落去放。Facebook 咯，我是到啲想 ，maybe 到啲 Facebook 會 ，maybe 到啲 Facebook 會 post。不過到時你看我另外一個 idea 就是講，不我 post 成個一個 mailing list 你看啊，一個為好多人 sign up 咯，係咯 email， 你我俾落音唔是，我一頭寄你 email 去學。我跌到。sorry 我未記，我未記 mute camera 未記 mute mic。我有一個 invitation 到這邊嘅嘛的。我在這是 personal hangout，是人看特別我用嘅是 company account，成個我用嘅是特別本來學見嘅 send 出去，唔是特別我 YouTube 會 send 嘅，我俾 test 看看嘢咯。我特別 YouTube 嘅，所以我特別 maybe 嚇，那是我用，那是講我用 email， 我是講我 sign up email 嚟講嚇，可能 sign up 就俾會參加嚇落 email 嚇。我是講 sign up 到啲 email mailing list 時，我直頭 email 可能講 OK
禮拜有錄音，或是禮拜錄音，係咪話題？有時有係咪 topic 出嚟時，我係 post 啲得落位，然後讓 Facebook 去看，還是我佢在 email 可能講 ，OK， 這是咩？特別 email 冇講少啫。啊，不要緊，我特別邊咧，我見到佢咪幫嘢，為咗幫咯，或者。係啦，嗰啲 centralize 就變咯。係咯，就是定當時我是想講，要 Google Hangout、Google Plus 要睇同啲兩個咧嘛，就上市，一較型咯。email 有睇做 appointment 嘛？唔是咩 ？meeting appointment 啊？係咯，嗬，應該做 appointment 未使嗬。嗯。特別我是講，我唔知要幾號就要 join 呢。你知有啲人買點收到 email 嘛，所以我一禮拜寄一刀，是講我寄一個月寄一刀，講 OK，我落 in 時，了。有人會去 click coming going or not going， 係咯。Even to send meeting to keep invite that person also to be confirm 講 yeah，對，本來對。So， 是驚，等陣間去張 mail。驚是驚去張。你我特別做無相嘅 episode，還是 maybe email 隔了人想佢 the whole duration 啊，來錄音，你是可能就會來參加到這 episode 咯。我唔知啊，若是講聽到這 episode 嘅時候，攞曬 comment 啊，講安怎嚇。了個另外一個嘢就特別嘅就是啊，攞當然未殺個啦。我人本來學嘅嘅 T-shirt。我咪小會啊，出南部到啲迄個變成百位，我小會啊嗬干了 T-shirt 20塊，然後就是要紗布，看咪去紗布了我人是希望咧，我明年新疆對迄時我咪 gathering 是干了特別請變成學嘅 T-shirt，這是干那到啲變成唔係到啲馬來西亞啦，那是馬來西亞 shipping 咪就好啦，那是講買你咪較shipping 上計啦，是講你特別 T-shirt 干了20塊。我把這個 episode 起，這個8月起嘅時咧，讓對看到你 website 會加錢㗎啦，20塊。clearance 來浪 ，OK。個新嘅嚇，講咩？你來浪咧，佢係出新嘅 design 嚇。唔係啦，即係別個半死個未了，應該係。你係要橫考燒會都就橫考。個存幾條？我這本啊，你去看你愛到啲 website 去買本嘢，你愛到啲一頭去變成 back directly 買本嘢。你看有咧 depending on 咩 size 啦，有咧 size 只少了，有咧 size 就存較濟。即係我當佢就俾講聲啊，因為我人嘅會下當然攞到啲 website 會，往時俾湯㗎。即係到啲店嘅配啊，但是講講路人去店咧是報價伊有會你就買掉啊，你看到嘅嘛，到啲變成百。但是講你買到啲 website 咧，但是講你 size 無了呢，往嘅 email 你講講 OK，這 size 了你會學你較大之後，還是較細之後，我唔了，你看咯。變成店嗰隻㗎？你去變成百嗰隻？變成白哦，變成白嘅嚇，變成白，你去變成白誒，即頭前未啲嘅，也是要開啦。你講講未必變成學嘅 T-shirt 要到只四無相嘅學經啊。哦 ，OK。呢本是俾20塊。嚇，對。搞了20塊。搞了20塊，係咪去紗布？而家都12個對呀，佢都教我打包。嚇？係咪啊？就係哦。咁樣講。都12個對。你做咩啊？哦，買啦，我叫時件啦。哦，時件啦。原來阿媽得件。你不都買啊？伊講嘅，我聽無咪講嘅物件，有時講淡薄頭腦骨爾，了接落來就無聲嘅，我唔知咩事。哇！唔是，阿你不都買啊？哦。人我聽正明干那伊呢，我唔知咩事。哦，唔知喎。我聽無，嗱，伊話你講話我聽無。但冇南部本都你 internet connection 時你頭條你幾邊嚟嚇？你 WiFi？ WiFi OK， 我係整啊！我一聽無。副把咧無數咧。我講把一條，你把一條那邊咧，對面。哦，我地圖啊！你叫我地圖啊？你把我地圖啊？我們曾經是同事。哦，世界戰士，見難哦，係，是見難啊！
哇，世界只四，本来只四呢嘛，即係多食了。誒，呢個住 SS 住啊 SS。我知道 S 唔知啊。SS 係咩人啊？唔知，但係我哋水小呀 SS。Hello， 住。Hello， 阿總聽到？聽到都是做。我是後丁。後丁，你是阿龍啊？後丁，太平後丁。太平嘅後丁啊！太平嘅，北京兵嘅後丁啊！係啦，你去間兵嘅，去間兵佢就哇 ，long time no see。哇，歡迎。你那股冇對來啊？咩事是裝戲啊？是裝戲啊？啊？睇死嘛？你睇死？你個到太平嗰度嘅是半啊？不可以按啊！我啲 KL。我啲 KL 了。歡迎我真久冇來啊！哦。今日 topic 未當嘛，特調嚟。我老人曉，講老人曉。OK， 嚟 start 啦，講到 topic 話你個 start 呀啦。OK， 這個禮拜咧，諗起開始講咱嘅話題是叫人老了。我也要。我做咩事？我也要。我也要。你靜靜地講話。做咩事？人老了後，要自頭一個話題錄音咩？就是因為人老了未打鼾啊，就咪愛早困。所以我就咪較早就咪落住你話題先個。但係我學你成講，你先知道人哋古部對嚟了，學點歡迎。哦 ，thank you。嚇，係咪事？你下面物件，你感覺到做咩事？有興趣講這個話題呢？因為我今年我教我古早是 OK 啊，不如甲今年啊，感覺家己真係是老啊。是哦，我本想嗰時候，你會講話係咪物件影響你？係咪物件老？嚇，係咪物件老？第一未安困咯，未安困。我只安困咯，第二日我成愛死啊！等，你是講話困是幾點？過12點。過12點啊，就是未解啊啦嘛，就係嚇。誒，X 就10點就困。你是成日嘟咕啊嘛，就係小無辣呢。是啊，有陣時啊，你外邊出去啊，嘢出去邊啊，係只成都那邊啊。成數啊！誒，我邊咧我夾掉未幾磅，夾到去，Oh my god！連水隻佢咧出去邊查到嘅未？哇，冰咯！你應該唔知哦，啱啱端係是全部出去邊啊！嘿，好屌！我未錄，做咩事？你是早起幾點車？我早起6點。我說你冇照教上加過6點鐘啊8點鐘你就解啦。冇啦，你看嗰一個事哦，是人老了你未困得你濟。矛盾啊！未困。你是愛困，你古早嘅時候會使困到12點啊，日頭拍下吹滿會使。但你未啊6點就係請。嗱，你就冇查，我知啊！你車點先？成日香港，你車點先想咋？是講你困點先就是話嚟講，你未潮，你車點先，所以你變做都6點。嗰條街啊！哇！諗食嚇，你係諗食咧嚇，冇湊你幾點困啫，諗是6點蛋咧。好笑。這應該唔是老嘅關係 ，because 頂到我有一個 housemate 吼，伊上點聲困，上點聲醒，有但是伊懵懵也未微也未困醒嘅時候，知道伊去在間，伊邊出去，伊邊了出去係伊洗面，伊洗面是咪是用 facial wash 咯掉，伊去帶一個，然後我看到伊，我咧做咩？我洗面咯，我你出去過來。你諗下，我係一個親戚，唔係講實在嘅嚇，係笑死啊！我係一個親戚，是多少歲？伊是做陸軍嘅啊，然後等到伊去連續做陸軍少年嘅時候，咪就 on call 嚟咯。然後 on call 嘅時候，伊 check 起來嘅時候，伊 instead of 嘅伊嘅手機過嚟邊手機啊，伊微微伊嘅表咧。
啊！一下四邊咧，嚇行到出結果，原來邊，原來怪怪冇配。哇，冇配咯。冇會。OK，做邊嚟啊？做邊本嚟，做邊本鬧啊！哎呦 ，OK 嚟，我今日我見過一開我俾佢講咧，就是我兩個成交白針機白針機嘛。我俾每度看，你但係你是講你幾多年聽到誒嚇，3-4年前聽到，你學啊，3年前是咯。了做咩事風險價值俾你要參加隻隻刀誒嘛？個 Skype 佢講幾多刀？是咯，我是都是人老了未打鼾困啊，未打鼾困。我講聽，你媽就有做工我冇做工咪有？媽仔冇做工，冇做工我見咩泡大個咧，你個屁叫到大概10點到幾點到？我人邊咧學見啦，邊咧落去馬來西亞點先是落個早起5點6點5點，點是係啦。等陣，我未錄過白針機，你是在邊咧讀到一個？冇，我當見到個 course， 我就佢個暗咯未怪。11點啫嘛，一開始等咗看你這裡手錶看，按照你估個冇 start 咧。哇 ，OK， 讀澳洲嘅人，你在阿漢還是讀澳洲？特別是讀Sydney啊。嗰個是在 East Coast 啊。我這裡我 Brisbane 咯。你咪是我隻朋友幫光，咪是我讀 Brisbane 嘅咯。光啊！是唔是幫光？是唔不含只係啦，係啊。因為嗰時我老朋友咧，你一時我是幫光啊，對。我頭先個白針機講，按照你邊咧學嘅嚟係咪啊？佢就是只係物件喎。我做 B 啦，個做到乜樣啦？那是了嘛啦？個我只隻啊，佢大冧啦，做乜樣嘛？多了包，多了包風機喺部碟未來個。多了包咪是 Australia 啊？到 Brisbane 咯，多了包。到 Melbourne。就嗰個整個只看到 Brisbane 是點啊？一般嘢啊。觀光搬了啦。觀光到 Melbourne。我在觀光到 Melbourne。幫光搬咩？幫光唔是到 Brisbane 咩？上個是睇你會記是搬了啦。伊厝都起啊，到啲 Brisbane 就咁一定搬。OK， 白針叫梅對你嚟講，學黑鬧是蝦米物件，蝦米方面你感覺到鬧？我是會困啦，困是 OK，but then 困了，就係講10點困咧，12點車了，我都對困了2點佢再車。再困了4點佢就。你車落股啊？個就係車6點鐘啊！哎呦！這差唔多成個位硬嗰陣啦，就是車了就是一記咔嚓啊，不一個都嚟困咁噃。你有冇感覺到冇休息到呢？就冇辣啊！你有時候靠近邊去哦？較近咯，就淡薄較聲就車啊嚇。是啦啦，明年50冇通走啦嘛。咱看正常裝地流性，咱看50冇通走。到我咪看蘑菇。我寫到過。你個寫話啊？是4句白針機。寫字會。你寫話就會啊？所以你咪是43歲咯，今年。都15了啦，14啦。係啦，就咪算明年嚟講啦。OK。你算邊啲算鄧人嘅嗬？係咯，算我台嘛。你算鄧人嘅，鄧人咪講啦，鄧人我記住回嗰個死嗰個樓。直接講咩？不怎嘅。冇，我講嗰間隨鄧人嘅，咪嗰個死。係咯，你話到啲冇肯走咯，同佢。
Manny 個夾撚，Manny 個夾撚一箍個啊，Manny。Manny 夾撚一箍，然後佢有水餃咧，水餃好屌咧。哇，Manny 是只。啊！歲老咩40歲，哎呦！哈啦，แล้วออกจุบีประกาศหาเดียวไอ้ว่าปุ่นสิบสี่จับแล้วเป็นเหล่าสีอ่ะ39ฮ่า39แล้วหน่อยสิลองไม่ก้าวไปไม่อยากกินลองเพียเซียนวางเลยอ่ะแล้วว่าจะอุดจ่าบอสไอ้ยพี่สักก็มันก็ช่วยมาโอเคสิกินะ我甲是囡仔想。哦，是囡仔人上回要当我吼。对。primary school 到上。小學到中學。哦，你隔咧大粒包乜上啊？冇上。大粒包什麼？大粒包什麼？我聽無，伊講咩啦？不懂嘛？咁講物件我聽無半行嘅咧。伊啲波當你記得係冇？啊，波當啊，波當點嚟嘅？伊internet 嘅事啦。internet 你去 restart 咧 modem 咧，都覺得入嚟到對啦。我叫冇嚟個 modem 啊，嗱個叫 router 啦。叫 modem。誒，這就是老嘅，哈，老嘅得個。誒，冷聊誒呀，伊 internet 個，冇，係ACTN 嘅點嘅啊。WiFi 啊！因為我是用 Google WiFi 嘛，我 dash 嚟 match 咗，隔了是無數咧。我睇下用嘅最，我是日本無數，富巴係無數。I think 唔是 internet，I think somehow 伊係 Skype，不 sometimes hang out 伊 adjust 伊個人講，特別你講別人都 OK 嚇。我聽隔了不有對咧，唔是㗎，有咧啦，有咧唔是隔了啦。我錄音未聽到是咁樣錄嘅對呢，不對嘛？OK， 是咁啦。你幾歲？你講嘅係我就知之前幾歲啊嘛？你咪講我唔知。未使講，我唔知，我未看伊，會使講還是未使講？會使啊！會使往上搞誒，上搞啊！好，搞比較水啊！小燈，比較水啊，小燈哦。你知道搞咪是今年就是36歲，36歲，36啦，14年啦，咪你看。夜來之類。哇，價格咪可望12塊啊！係咯。我其實冇嘛，我講我細個咪識叫我攞咪是細佬，屌看到我貼個字，我唔知係是14，梗係是16，看來講其實你是12歲年啦。好，大哥哥，我還是讀小學。12歲比賽參加，我講超話數，แล้ว即係根本是就36歲啦 ，OK 啦 ，OK 噶啦，แล้ว我哋讀咧，我成毛毛估住佢。我37啦，我講覺得差唔多上去咯。我覺得差唔多上去36、35、37。係咪我成毛毛估住佢？那面是哦，你是攝幾歲？毛毛估。攝字啦。係啦，我小零嘅。哦。嚇，就是講咩？76。76年嘅。哦，76年寫我攞去。對。OK 啦，你 OK 我跌斷你感覺到係咪物件？都冇花落呢個，花落呢度冇對。哦，冇對啊，哦 OK。對啊，咱兩個對嚟先。係咪物件講？是。你講我老嘅。但係後面啦，感覺到講哇老啊，就走。你攞特登是咁樣。開電視機看戲嘅時啊，借開借內字呢，擺咗電視機看話啦。你釣魚啊，就到看困戲。就困戲啊，就可以要看咧，就可以看 Big Bang Theory，唔知是看內字呢，嚇就困戲啊。我都唔知寫起來是對你了。你是
靠 opening 嘅 credit 呀，他咪 credit 我冇，起來是了。我問你是困，你是無插你幾點看戲？你們是冇啊，借落去呢，咁我係咁想嘅。有整啊，你咁我係咁想嘅嚇。要唔是有時阿到你就發啦，佢電視機看戲，誒呢，係咯，我就代表啲困啦，係咯，電視機就啲驚。電視看路嘛？係咯，電視機看啊。我有當時本時你看啦，我聽到未啊？當今時老嘅時，往時借落去，就穿就第一咧好，我往時係比起啫，我無講只只困個確佢啊，我比起啫。我係成日講，所以比起來是啦，請嘅就是了嗰啲。你係比較等啦，係啦。我係比是成日嗱幾秒，然後呢就我就請係啫。啊是我時我翁就叫你困起啊，然後呢梅話啊，แล้ว我 micro sleep 啦 ，micro sleep。我根本佢梅白人嚇之類咧不多嘛樣咧，你會想怎？你係咪後面感覺掉流啊？是你冇，你可能冇過。有陣時袂記，有陣時你到房間行出，我行這唔行，行去聽下邊我做啥物？老毛。我行對一去袂記啊，就這唔行，就做別行啊，實陣shit，這唔行袂記做。老毛係啊，老毛。穩啊。有陣時是你明明 I reply email from phone 還是 message 還是 I message 啦你喺 phone 你袂記 message 出去。我個笑當時啊，你知我呢借位 message 人個就 Facebook message 啦，個 Twitter 啦，個 Instagram 啦，個 email 啦，那 email 個呢借冇成日靠，我就講住 reply， 我冇 reply 嘅，講我隨便掉 original message 咗，我未見過，我就到啲 WhatsApp 啊，是即係冇上嘅咧 chat app 叫咩 WeChat 啦，嗰啲借行啊，我未記我同你笑嘢，我試個 comment 啊，兩個 comment 嗰個排除。我看到是領導我嘅 housemate，伊拍電話啊，伊講我電話碰機，我看到我電話，然後講你電話碰機，你電話碰機，你亂咗拍電話啊，伊講我用電話拍你，然後你個你接電話碰機，我講拍用按咗拍電話啊，你聽我咯。你成日嗰啲電話拍唔見，你哋幾多電話出嚟拍啊？碌看到我講咯。哎呦，可死個人個咧吹白鏡啊！咱係白鏡，我是你白鏡係到頭對面咧吹冇白鏡。不，即係這番嘅時候，一個有結婚嚟跑路嘅，我電話拍唔見。理解。是件咧，你阿咪嘅，老細你鬧，安尼少人啊。我就死佢嘅。有時冇啦，因為我馬路大有我嘅物件，有宿舍，唔是宿舍啦，咁叫 flatmate 嘛。然後因為我物件係得管，然後有時我帶到伊去一路來時，我嗰邊夾蝴蝶夾不到。我只問樓，有個未個唔加跳落來，然後我嗰邊蝴蝶夾。你 physically 啦，就是你是辛苦啦，sabi，你成個會較細緻啦，冇啦，冇白多嚇。咁係唔知啦，你人流啊，就是 start 落去就講別個人波隻啊，唔是講隻你啊嘛，隻小力啊嘛。咁白多時冇小心，佢見冇大。咁你白多知道就是 trauma 了。你白多幾歲啊？佢講話嗬。屌啦，跟阿細。講謝。冇啦，唔是啦，因為我是住樓下邊嘅嘛，然後人結婚是住頂館嘛，結婚住頂館是點鬼嘅事，因為這邊嘅厝較 special 啦，因為頂館盡到有火個，因為伊堂啊正大嘛，然後跟你那邊有火，然後下骹個暗嘛，咁嘛成日講，哎呀，不要緊啊，落去哦，落到尾落三十嘅時啊，拗骹一啪，就東卡出去。
你有掉你卡呀？用卡啊！人家是頭落去拗落去咗，我嗰邊射咗冇冷嘅數咧，我邊喺陣時間喺度佢衝一條，都擺啦，我嗰邊試咯，唔得俾人抓，然後叫我卡起來是姐，都即係應該冇骨折啦，我比較堅。紐西蘭冇上嗰度，紐西蘭即邊擺啦嘅時啊，碌愛去 emergency 個會冇講大間 hospital emergency 嘅。哦。冇入4點正嘅，因本是9點到5點，你擺啦，我可能半節啊，可能。你冇醫咩？冇 emergency room 咩？冇特經。冇半點正咯，喺華車冇特經。哦。แล้วก็ตู้擺啦，แล้ว環境咯。哦，介家己喺度唔是，哇，近下曬都。驚啊！當然係啊，驚啊！阿蕉，歡迎阿蕉。我聽是阿蕉係好看啲名。成個是阿蕉哦，阿蕉 mute 掉。我哋讀呢，我哋讀嚇，係數。唔係我哋讀 ，sorry， 我做 B， 我做 B。我做 B 你講下你誒。嚇，人講成話冇你冇應就係啲啫。即係有啲事。人老了特別食啲啫。呢阿蕉呢？阿蕉冇啲。就冇先 mute 掉，然後我講話咧，我講話係第一明顯嘅呢，就是我看袂到啦，前面啊，篤定。我只突然我講真，安怎我是平時是穿目鏡嘛，特別要穿目鏡，然後是遠我看袂到嘅，所以我就會穿目鏡，我看到遠咯，近視啦我是。然後我老了嘅時哦。我變做穿了目鏡，見嘅物件我都看袂到喎，我就偷嘅目鏡我看得到，老花啦就是。然後我特別見個看得到，阿面特別偷嘅目鏡啦，個眼鏡嚟見看。然後我就就注意阿蕉啊，歡迎聽到啊，可能我每日我講啦，我看袂到係咩事？然後時我嘛是舊年12個月時，我就去做一副目鏡咯，成日叫我讀冊目鏡啦。然後我個無像個老花，因為我有近視數，我老花個無像個喺你平常時目睭 OK 人嘅老花目鏡嚟咋。我嘅老花嘅目鏡是超好，我嘅平常時看近視，而來看遠嘅目鏡誒大可以較假，然後我對較看到我嘅物件咯。แล้ว我做咧是清查只照咋，我去寫字，你知我平時有寫 calligraphy 嘅嘛，寫字你阿毛嘅你毛筆，唔是毛筆，阿毛嘅即鐵筆嘅字。แล้ว我行見，然後我 comfortably 啦，我行我按看物件，看條我清我平常嘅物件當金清物件，我看袂到咋呢，一步步啊，蹦蹦。我就俾塞緊咧，會一個怪掉晒。你話俾佢，我寫你 calligraphy 一字仔筆只寫粒嘅嘛，所以我看下，我看到明嘅時候，我看未到嘅時候寫住呀。你話是其實我係目睭整個步，咁我特別偷目鏡看就 OK 咯。你話是偷目鏡頭看是我頭牙只嘅嘛，寫冇關正啊，冇關個水。你啲胡子你一半老花一半上啊你看嘅還是裝嘅？我都要做一手，我甚至係我都會去做，我特登做隻攰數，我唔堪。好咯。然後我話然後我當今呢是前面就掉啦，然後我是暗時我看未掉，然後是而我是我聽唔明掉個臭氣人個未，佢冇個掉，直接看考都掉啦。阿蕉咧，阿蕉你老人嘅故事嚟講嘛？老人嘅故事啊，咁老咧，係咪旁邊咧？你感覺到嚇？哇！我講是老嘅，很當年最近。你邊個少年哦？你少年個嘛？佢屙氣咯。嚇？係咪屙氣？佢屙氣咯。誒，佢咩屙氣啊？佢咩屙咩？抽起打氣啊！你用小借數啊，冇小借，冇你硬食啊嘛。阿咪，你是講你得一格，你個咩得一格？Kita ada mau Jimmy tapi penting ya.
肯定是 confirm 用太济了啦。用太济啊utilize 佢太济了。惡氣，個個本嚟惡氣嘅咩嚇？你是講得一格，你個個本嚇阿蕉貴你啦，貴你啊！貴條惡氣你不是換條白嚇？哦，冇啦，零起啦，零起了。哦，零起啊，嚼呀，哦呀，變愛嘛。哦，冇馬手啊啦，咩？皮膚嗰個膠冇馬手，但係冇馬手啊。嗰個膠是冇你食馬手啦，冇辣啦，冇唔制啦，運動這個可能馬手。喂，日鐵有呢個膠日鐵啊！Yes， dumbbell 這邊攞嚟，第一個嘅之類啦。有測試過。耶，嚇，有人測試過？有測試過。哦，測試過，測試過，以後日去嘅路啊。係咯，試過啦，當都不塞下死都冇嘢都嘢啦。而家咪是蛋。冇蛋好啦。阿冇蛋嘅見冇攞了。有。冇蛋咧，看別起話無聊我人係就就。我粒咯都講白啊！乜嘢死咯？阿冇嘢嚟，阿你龍筋係好啊！我這邊唔是而家佢粒咗咋，而家佢個咋3 kilo。你是蘑菇嘅，你蘑菇嘅。就是講對，嗰是不對嘛嘛？mangosteen 哪叫？mangosteen 紅吉啊，是唔是紅吉啊？冇紅吉。bằng kiệt kiệt tiêu bằng kiệt tiêu bằng kiệt 啊，你 OK 啦，咁輪到啲嚟講，等我講個白針機困嘢未？白針機，哎呀困嘢啊！還是 Milky， 我朋友有幫講到時，你可能伊係困嗰啲啊，特別伊即係唔是老，伊是細漢個大漢成日可能，我做成讀冊差唔多時啊，伊都是係困嘅。氹困啦，氹困。白針機，你講佢咪嘅老咧？哦，白魔。啊，對，白魔對，我本是有咗之後，當看特別，我 Excel 唔是講只隻啦，是講我哎呦。我喺南邊，看無啦，看無咩有你正人啊看有，你就只安怎顯嘅是冇啊，伊個白芒是跟他寫到頭樓頂呢，佢自己有個了啊。啊，掉本咯，掉本掉。皮光康位啊，我是看得白白啊，皮康膜，皮光康有白膜有。個碟膜成個是冇白啊，個碟膜。唔捌看過。我唔知，打波梗係制嘛，打波流嘅嘛，就我個招流。哦，對，個碟膜成個冇咕咕膜有啦，咕咕膜白，有咕咕膜白。了我即辛苦咯，可能就是有膜冇膜咯。我看我這邊就是這膜嘛，我這邊你先過頭膜白啊。無，敢若有時在手嘅時看到一兩條啦。哦，我先過頭觀那條啦，特別觀那條膜看到白，你報面看到係白膜。啊，看報面會到嘅。你成講會照到 reflect 到現狀。了讓怎麼到一個嘅膜？不，你頭膜 OK 冇？一啲膜冇白啊？有白膜啊？有咩？哦，唔知。薄膜白，แล้ว你頭咧成講你頭頂面嘅膜，讓我見你還是就冇差別。冇啦，冇見你啦，阿蕉呢，淡薄呢。我是冇白膜，我是冇膜就知道。哦，誒，這唔是老嘛？這是你原來的唔是你識寫，你20歲時到20歲時係當今較老啊，較來拿薄。那嚟薄，應該是啦。誒，你出來人咧，你出來人有，你看你你出來打包？冇講冇本啊。哦，我father 樣到頭毛就借本咧佢。
哦，奇怪哈。cái kỳ quái呢，做我那個聊聊，冇講聊啦，慢 stress 咯，真係 stress。哦，你睇 stress 咩 stress 啊？其實佢就會去買迄個啊，面，其實佢就去買咧，好掉，冇買你啊。很啊 stress 個半死，唔知佢個最惡位嘅。哎呦 ，OK， แล้วก็อุตส่าห์ว่า撞ไป講啊摸白啊摸菇唔知有白哦，摸菇咪是無摸看看的拍看的嗎？有啊，摸菇有白啊，或者咧我啲度誒，佢冇，是講冇啊咩啊？成啲成間路啊，你講那唔是哎，我係 temple 嘅位，呢是白。哦，咁 obvious 啊！tempo 叫做咩啊？啦，學緊話。邊個講？即邊啊，即下面啊，正。頭個聽嘅正，頭個聽，正叫咩啊？tempo。唔別曉講。別曉講嘅嚇。我嗰邊就係啲怪明顯嘅咯。我嗰邊，但係如果頭毛低嘛，嗰邊頭毛低嘛，所以冇講快對吧？你講快就講我一時間就是白嘅啊！我唔想嚇。鼻孔嘅毛咪白，鼻孔。有談但我咪講鼻孔毛看到。啊，一本驚講，一本驚你覺得你感覺到老？你話冇覺得老，你咪三幾歲呢？你？冇啦，老咩啊？揸咯，揸困咗咯，揸車。哦，揸困揸車啦。แล้วเราราซาปัจจุเลยปัจจุก็โอเค噶啦。ปัจจุ先有淡薄廢地。你幾歲？你三幾歲？差唔多啦，唔係講你清楚啦。Too much information。Too much information 冇來啦，嘅啫。真啊！定住往去食 dinner 啊？往都就去食 dinner 定禮拜。咪啦，俾我40。我就 curious 個要邊個做啊？Too much information 咯。我就 curious 個要邊個做啊？阿John 真係冇協議小英。TMI 啦，มัน咧話協小英。你แก協啊，是做協嘅 video 啊，就到 private set มาหลัง啦。哎呦，啦，it's 到去 band รู้ไหมกับเราแบบนี้จะดีเลยนะ。你毛毛菇仔呢隻物件未必知道。唔知啦 ，too much information。呢度邊有 describe 好啊？我就把玫瑰拿到啊。是。冇啦，我每我估我 DMI 嘛，嚇啦，因為未 describe 好啊，我，因為唔知是最，係啦，一頭真係大，嚇，一頭講就嗰一頭真大，真冇咩一頭冇跟住大嘅，你咩事係是啊？嗱一關係是 A 呢？冇講就關 ，average 係較嘅話，用咁計嘅，五triệu係啦。我未 try to imagine 就咗啦。5triệu maybe between 5triệu 6個少 maybe 5triệu 6 5triệu 7 maybe OK แล้วเราตังนี่我未曉咯agakอี是係咪 body type นี่สิ不是講真散即係較肥過淡薄 plum 淡薄特別唔是講真肥本啊OK แล้วอุทามอ有頭毛茶嘅會啊，Hello，有頭毛啊，伊是幾歲了？伊小位啊嘛，還是愛50啊？I don't think 伊是老咧，伊是差唔多我上歲，差唔多夠我上歲㗎啦，mid 40s 啦，嚇，應該是40出。有啲話聽啊。你點解講過？我想冇咩企行嘅。你咪讚咩個咧？按 A 定機幾號？哇！安尼咯，我不對，佢就到了誒，知道是我知道都有。OK，嚇，我未後悔啊。安那看咗咯。Let's 講盧小英有，盧小英話盧
我頂兩刀啊對三刀啊對啊，即第三刀咧我都冇翕到聲。頭一刀我拄過伊是我家己拄了，第二刀拄嘅時我係爸母個啲一邊個。如果我聽過伊無 Facebook 嘅吧，對哦。冇啦，伊呢一個 private 一個冇嘅。แล้วก็โอ้ที่สิโจให้มีกลางในสีซะเลย MI5 ไปฮะเนี่ยอะไรว่าจะเป็นอะไร講啊เลย我伊唔是無大，伊唔是無加尺咩？點解唔是加尺啊？Too much information 再跳出來啊！咱就喺紅險 disguise 跳出來咁講。我見咯，等佢嚟啦。頂住隻 comment 我看到唔知就得咯，就 somebody 寫講，哎呀唔知大粒頭講小姐，我 off topic 講小等。Last episode 我冇看到，到啲 Facebook 我看到，唔使到 Facebook 大佬我未記啊。哎呀，你人嘅名，你就定嘛叫錯了啦，呢度證明咗啦。係啦，攞毛嘅事嘅話 ，OK， 你一個廣告，個後面嘅鬧一個。老交易咯，食物件有時出去外口食物件坐袂久嘅咯，坐久起來是白，起來是哇，後尾聽者，死人面。我是食物件什麼啊？像阿媽嚇食物件嚇，咧胃酸嘅，咧是先起 acid 嘅咧 reflux。哦 ，OK。核本，哎呦，無頭先嘅死嘅話，我有時無頭先又要講，誒，我咁樣講一物件嚇。แล้ว未記啊？未記咪講未有？係，梗係無頭先死咁樣。喏，成日吹目鏡那款咯。嚇，吹無目鏡，係都頭。我頂時嗰時吹無目鏡，然後有時是吹無病嘅，แล้วก็ลังกาโล。吹個班架咯。係咩？攞目鏡就一做你掉掉啦，你笑死我掉掉。一條有迄靚一條條，一條靚呀，就係你馬路講你黐，馬路講貼你看貼你啊，你安啲，即係老夫子啊，你識靚啊，咧啲識嘅你目鏡咧搬一搬咧。哎呀，啦，實家你講掉嘅，你講掉嘅，對，講掉，哎呀，講掉冇嚟講開，講掉。tapi ภาษาก็ว่าวันที่เสียหน่อยดินะฮะว่าพี่เลยก็ไว้เราขวามี advance จริงจังแม่รู้ because what this year บอก end of last year บอกก็โจ contact lens สิยี่โจยี่เต๋อเขาว่าเจ็ดเราขวาแล้วก็โบเลยเราขวาสิมีจะเช่นเนี่ยฮะแล้ววันที่เสียอะไรมีเนี่ยฮะเต๋อบุญที่ไล่ก็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นอันเดียวตอนที่ว่าสิ伊目鏡我冇看，我未看到我咯嚇，都愛睇目鏡來看。你會想咯，我是差唔多，我40歲起哦，我就10萬，我再講淡薄有啦。然後我冇咗，我講 under end of last year，我做 contact lens 是個冇。我咪叫我就40接，我40歲起時我就10，我再講我咪照成個報面好事就冇啊。特別我去 check 時，老公講冇個，都冇留花個。แล้วว่าตัวมาทับเยอะ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สิอ๋อก็12歲哇我硬硬聽啊12歲13歲時未當啊就ไป去做老花目鏡咯做老花目鏡還是去แล้ว我就還是今年啊我舊年做啊今年去國家前面嗰度嘅我唔知是成個我係目鏡哦 hi oh thank you I forgot. You can see Maggie you. Mika. Yeah, thank you, baby. 他們叫來。唔是啊，你 said Maggie me, alright? Maggie me。係啦，Maggie me 嚟咗啦。你是 Maggie me 嚟。Maggie me 啊。這是我。Oh, thank you, baby. Send me an order if you want soup. Okay, sweetheart. Bye, babe. 這是我，你見這樣玩，你看啦，喲。哦，你講得。比較閃咩？哎呀，死我 Instagram 十部去。等陣我去瞧誒。哦。瞧誒，這。哎呀，當天我拍未掉，等陣呢。我用我新嘅電話。係咪新嘅電話？
哦，我也是那个是啊，我怎么讲咧？先就話好用啦，好用，冇講就特別咯，大粒小大嘅哦，誒小大啊，你講，頂到我是用這嘛，頂到我是用 plus 嘅嘛，所以冇感覺就大咯。頂到我是用 plus 嘅 phone，唔係是個 plus 嘅 phone 上嗰時講個了 screen 嘅咯。所以我就是講啦，你看到物件較伊 screen 嘅了較濟，好看咯。冇法啊，老花就俾佢較大粒嘅。係咯，少咧，你字條較大粒嘛？啊，人個掉嚟啊，人個掉啦，咪每個啊，個掉情嘅水喎，你看。哦，這裡伊人出酸。出酸哦 ，OK 啦，這啊，我巴魯對啊。你巴魯個對嚟。啊。安怎 OK 啊？只講 OK 啊？只講。伊 OK 啦，真正伊有出啦。哦，幾線？我唔知啊，這個演。你看到面冊無？這個只講下起來個了，伊個小影器，伊個高長嘅個了，伊係啲面冊了。哦。OK， 我去面冊嚟看。這是加工嘅紅啊，加工嘅紅，你個貴先啊，哎呦，真係超人咯，這個線，啊啦，巴魯61歲呢，即係實等咯，冇上吊嘅，頂一句子錄音時個，啷個聽得聲個，好啦，都冇條 DNA 啊，風險，然後我伊個當初去講話，伊當初本好喎，哇！所以真係濟人真係嘥人意喎。係啦，因為 friendly 一句。แล้ว當叫乜人應該點同我講你名你需要個帶哦。我需要自己唔個帶啊，特別我上大三嘅時。冇我是講你成個你白鏡個看小臉嘅啊，小條路啊，小條路。做利息了，我都唔使白鏡了，近到俾白鏡了俾白鏡，แล้ว特別你那是冇掉嘅邊啊，你俾ทับ面鏡時都未ทับ掉啊，冇俾白鏡你直接吹白鏡，所以就掉啲嘛冇管啊，因為直接吹白鏡。你講咪話題，人老了，老了啊，我老，我就是同你講就諗白照咯，我講白照咯，冇咯。咕咕叫我咯。誒，安怎啊？這裡而家什麼？而家什麼掉？皮坑嘅磨嘅了，上等。直接生出來，掏出來嚇。啊，特別去轉嘅。迄個叫地圖卡。地圖卡。地圖卡係咪掏出來嚇你冇？啊，地圖卡掃出來。哦。嗰一個是未食者啊。淡薄哦，條本，哎呦，頂到我食夠食咯，就是當佢未食濟咯，未食濟個死個背啊！我未食濟，特別未食哇！嚇，我冇食。阿妹，因為我食未消啊，兩攰咩未困。是我頭先咪講咯，我有時啊，你困人嗰時講你睇掉時啊，你看你食咩嘢？頂到我去隻意大利 restaurant 咧食你 pasta 嚇，你嘢你 tomato 嘅 sauce 食，哇！我嚇永遠會死啊！真係坎坷啊！這裡是啊，哎呀，真真可憐啊！如老了未，我是被我本是被被食呢隻咯。應當我是被食呢隻，我唔是最近嘅我定特別最近我個成個開始冚嘅咋。我定當我是少年嘅10幾歲起嚇，我食個30。唔知10幾歲、3個歲，起下12歲呢，我都冇咩食呢食啊！咋？我真係咩事我真係特別去食成上嘅restaurant 啊，食 buffet 我食5 round、6 round、7 round、8 round 嘛。好啦。你起下當佢俾我食，起下30幾歲先食4 round、5 round，你看到 OK 了。你話當佢咩老啊？當佢咪死啊？食2 round 被死咯。我咪食未咯，諗去食點心啊，巴魯頓來。我是啊，我去食點心，我有一個我古早去我當地 KL 嘅時，我係朋友來帶個我。哦，這個是真係古早嘅朋友了，伊帶個我，然後咱去
伊來咧回呢一大啲澳洲嘅，所以伊來我呢家我買幫伊家己一人啲厝，所以我帶伊去即係講嘅紅嘅出刷，แล้ว去了，人講舊嘅文明嗰邊有真咗好嘅菜館，所以人去食點心。哦，就這樣對來，等陣我要去換衫。啊 ，OK。你我白個啦，老一萬步。未跳咯，即係咩嘅？哦，未跳啊！咁啊，多處啊！等陣我嘅喲，即係即學長，另外一學長啦，學長阿龍嚟啊！即係以前我冚伊嘅聲就係佢聽到伊個 answering machine 個 answering machine 係人鬧啊，你看個 answering machine 個。佢會就是唔加字幕。Sorry。唔加字咩摩托啊？唔加字摩托咧，咁啊借車。做咩事咧？鬧啊都驚啊！你頂到是冇驚啊？頂到冇驚死嚇？頂到環摩托嘅型嘛？嚇，當然驚死啊！叫人靠掉一冰啊！是唔是？當然佢鬧一個驚死啊！鬧了就驚去接人一個位咯。我冇鬧冇驚啊！我係笑啊！我冇個定後頭來未阿龍來未龍？阿龍啊！來了。阿龍，我未รู้即係 temple 到啲人嘅頭嘅邊叫做咩啊？我講話。係咪頭？人嘅將來下邊啊，一邊啊，內邊到邊只邊啊，叫 temple 係哦。下邊嘅太陽穴。係你叫咩啊？我講話。我就講多同啲咯。อันจะนี่เสียงเนี่ยบุ๋ด้วยเสียง啥对บ่มี好事ฮะ你用 headset เหรอ你现在不对นะ當然對個啊冇啦咪嚟你用 headset เหรอ我就可以用 speaker Bluetooth 嘅所以點解冇好用嚇好問題你叫佢咩啊？唔識叫咩啊？你好呀，阿龍，同媽媽報告啊，咯20塊個了 T-shirt 嚟攞。好，叫人去買個了去 please。去買盲春會啊，了嚟呢，了是讓自新正嘅時候，我對佢時候，人個了人情，即 T-shirt 人情，gathering 個了人情硬成叮當呢。我有一個啊，我想對我嚇。老嚟啊！我當佢我老啊嚇，我正驚慣了哦，老我係驚慣呢嚇，是咪你驚死個？驚慣是驚死，驚死啦，頂是驚死。你講定到我小嚟時，我就只後面我第一個是 roller coaster 嘅咯，我就小 roller coaster，我去個大陸我就 Universal Studio 啦、Disneyland 啦，佢講我愛去坐 roller coaster，當然我後面我嚟 roller coaster 我唔敢坐啊。哦，嚇！我就叫乜嘢？我想去啊。係咪？邊格。哦，邊格。哦。你嗰啲邊嘛，頭邊嘛。呢是叫下格咩？不，一頭前，係咯，邊呢時咧，而話頭前係你叫咩細本呢邊嘅？呢邊叫做邊嘛，頭邊係咯，喺邊叫做邊格掉。上幾時叫做咧？我叫佢斜5步講過嘅。是人夾邊嚟啦，當人夾愛夾邊嘅事。邊掉邊，嗰邊你細蚊流落嚟嘅頭毛叫做邊嘛，佢長嘅頭毛叫做邊，係咯，一邊嘅格呢邊嘛。哦，邊格。OK。嗰啲小雕是冇，後雕有啲冇，後雕冇啲，後雕bằng更咧嘛。
校長哪裡校長就當劍，即 original 校長啊，太平嘅。哦，要地本啊？要地啊！你講就冷流咧，你講人嘢就會再啊。我你講啦，代表我是先你校長嘛，我嚟啦，然就走啦嘛。他出去啊！依個留你做咩個？我意思叫做意思留校長。我未看到咯，即係走咯，我未看到咯。依度啲 Skype 會校長。我就啲韓國。依度啲 Skype 會。啦，我未看到咯啲 Google 嘅都冇啊。我做咩？你都冇係哇？誒，我 message 都冇電話咯。你電視 message 啊？我叫你 WhatsApp。啊，是咩？我或者我冇掉嘅，幹嘛啊？我每路面見啲 WhatsApp。我飲或者是咩？我冇掉。嚇，幾耐節啊？我成個都冇捱話呀。幾耐節？好咧嚇，羅冷是講出來數幾邊啊？我硬白數買茶，都揾代話揾嚟華喜嘅咋？我硬白數買茶。Hello。誒，sorry，但乜你直直 call 我，我即個接唔到。啊，當然嘢啊。啊，冷流都成嘅。แล้วรู้สิไอ้ลูกเมียหลังเราไม่กี่ลูกเมียมีผู้กี่พงผ่าพี่ลูหลังเรากำกับให้มีห้องบินนี่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เรารอหมอไม่กี่เมียรอหมอ按照講รอหมอ講當點會做物件紅磡冰櫃頭記唔記得啊？未記啊！你幾歲？30出啊！30出就老嘛，你是第小嚟嘅嗬？係啦，個在小嚟。出啊喂，你使出啊？老了啊！我個幫 join 邊啲學件事，把都20歲出嚟咧，把都30歲出嚟。係啦，十幾年啊，邊啲學件？應該有12年我覺有啊。幾年啊？那是個13年咯。13年咯。到揾嗰隻新疆個，我俾 add 啲到 Skype 誒，隻新疆看伊差唔多個人講，隻新疆咧，我是會叫伊起來講幾個數可能。等看佢接掉先接啊 ，Hello， 你名咩啊？新疆，係聽到我名，你名咩？係，你何名叫我阿娘，阿娘是確定話，諗俾落幾個數是俾叫你嚟講阿娘，歡迎啊！你當今是到底，你是到底邊個啊？到邊嚟啊？你安怎會想到會來參邊個學嘅錄音呢？你個人講話先，我知啦，別人唔知。哦，安怎講？你係朋友介紹嘅？嚇，對啊，朋友介紹嘅。แล้ว因為我爸 recently pass away 嘛，過4年我爸嚇，แล้ว伊是會了幾個，所以有寫。伊成日伊去做一個掠幾個辦事吼，伊冇寫起來嘅，所以伊做3-4年啊嘛，所以伊個故事真濟，所以伊個 dream 是講要出一本冊，幾個冊啊，可能知，你看咯，然後伊拖啊，今仔日冇出掉，所以我是講。替我爸出一本冊了，可以 dream come true 嚇咯。哦，所以讓特別讓聽到這禮拜小嘅時候，讓都有見特別嘅幾禮拜都嚟聽幾個事，讓都會聽到即係阿娘講嘢爸嘅故事，然後按照俾條一冊，可能咁講。OK，特別當今時嘅話題咧，是話講老啊，人老啊，你是少年家還是有感覺到？有淡薄老啊，我唔知你幾歲嘛。嚇，有啦，對。你是感覺到下面旁邊啊，但係會感覺到講哇，我老咯。即係人講就是有你就是目睭看未到上彎咧，然後有你就是成個
會行北島啊，是行西啊，唔加隻摩托車啊，會上滑車啊，可能。應該是腦胖未過啊啩，腦胖未過啊，較慢啲啊，嚇，較慢啫。係啦，記地盤就好啊咯。哦，誒，嗰一間到底 hang out 嘅是住啦，我未記啊。Grace 裝啊？嚇？我鳥啊？嚇，講幾個歲我鳥？歡迎我鳥，只個部隊嚟喎。對。你看幾個歲是幾多隊嚟啊？啊，我唔記得個人分享。哦，幾嘢好？嚇，OK，你一跳樓嘅朋友個就係啊！喂，我都幾記哦，未歹哦。喂，你按照跳樓呀？跳樓效應如果掉？有啊，燒你電腦嘅，唔知燒到一坑嘅。แล้วรู้เหล่าแล้วกูทำมีแก่ละรู้บัวรู้เสียวเหลินอย่างไม่ได้เหล่ารู้บัวซาเหล่ากูละฮะจุดว่าเอาเนี่ยว่า我 feel 到我老咯รู้ว่าซาทำมีห้องบิน感覺到เหล่า有骨條有骨條未聽小故事有骨條哎我們想啊我未記過落講啊正當時就是怎麼睇到講喂有骨條我哋是騎小骨條喂多餅有骨加多餅下嘴頂面係咪個會聽呀當然我個就冇嘢咯水聽了一時聽你看呢水聽喎想掉我唔想掉啊種我琴日係有個啊係咪係有個啊係有個咪可以聽哎呦，你想搭有個本是話啥事老誒，好難搞做物件搭有個。老人搭嘛有個。OK，別人個開起來，個人講嗰條下面物件，我諗這禮拜呢，這大白嘅邊度接攞30個啦，前邊94 can 啊。你都唔知咩是有個咩？有個上面有個呀。阿美露，有個。哦，阿美露，誒，阿美露。一支頭整淡淡咩嚇？嚇。我記頭整是藍色嘅，我記是。以前 sponge 嘅頭整咧，度就一直淡薄出淡淡。有個特別我唔是叫有個是咩嚇？呢個把你名嚇？我都看，我有，跟住。咁咪時陣都講嘅頭整淡淡，衰就頭整佢淡淡。我紅色喎，紅色個藍色，紅色個加熱嘅啥？哦，誒名咩？我看一票，耶，頭整啊冇名票名就名字有個啊，安美露，哎呀，這東人字耶，阿摩呢？阿摩哦 ，sorry， 阿摩個 ML 有個哦，有個我特別講阿美露係唔知做咩事，人真未記這名有個，我想講有個。有個，要夠啦都，即係昂耀，安尼後生用有個啦。我就講諗嘛。應該是佢哋 group 入邊都幾後生嘅話都唔是話咧。我夠條件嘅都滯哦，所以我行條件我有個。我呢我看得到他夠條件嘅。你條件得自己在你在呀？第二家呢？哦。看在你個第二。但到一邊條件啊，在我見邊跳啊，後面博有個直接落去可以行，然後都未跳啊。哦。誒，我有隻 tips 啦，幫佢你條件大你 cover 佢啊。哦，嚇。你聽咧嘛，如果你困，如果我大家掉時，如果我困嘅時咧是。不得你求見嘛嚇，那OK，我啲就是講，但是講你飛到呢邊來咧時候，你靠咩騎啊嘅？嚇對嚇，你騎啊嘅咧時候，一度係咩就咩都冇嘅，你都未依邊啊 ？Q 就等於拍 counter stretch 就等於啊。冇，我theory 就是講我 because 即係咱求見是 because of 佢哋 accumulation of 佢哋 lactic acid 同佢哋 muscle 嚟會嘛。所以when 你騎起來時，你身軀嘅你血啊 ，normal 嘅血啦，衝過去，那是 push out the lactic acid，那是你特別條件啊。
好吧，你家 careful 咯，如果我知道是因为手机是白起来的时候咩，那是鬼人搏多哈，借落去，那是我猜。哎呦，後面是條件 cramp。哦，寫起來咁樣寫起來，有淡薄了咯，我咪坎坷。誒，我媽真係有條件嘅，我媽 ，Oh my God！冇是咱困嘅事啊，咱掉到你咖啡就是頂住。我係媽，我先一半，哎呀，咩條件啊？喲，你只聽只計啊，掉你咖啡是啊，哎呦，你未講咯未？係啦。我一行嘅時，你卡條件是哦，你卡安怎講真夾起來呀？真夾起來吼，你有你可以見。我呢真坎坷嘅條件。係咯。呢個有真夾啊，呢個有一句真夾嘅。啊，我啲阿 John 回來。哦。耶！阿龍，咱有做啦成功啊！咱嘅這邊嚟學見。我聽幾個除了學到嘅真夾。特別唔使問人講啊！啊，但真夾是咱有日話嚟，是唔是真夾？是啊，伊是正嘢唔是？我冇咩啊。哦。我就尼卡你講咩啊？你講咩？我係厝人，我叫尼卡。尼卡，N-I-Nagari 尼卡。尼卡裏面尼起來了。哦，尼。成個叫做玩。係咯，頂一禮拜幾個數裏面大立頭講一個字是冇人過，就依字就前面講，伊講 kick call。哦 ，kick call 啊 ，kick call 是比勤 call 嘅勤 call 嘅。哦，勤 call 是你真係 tough 嘛，就 difficult 嘛，但 kick call 呢個是你有一個目的嘅 ，kick call 是你為咗一項物件，啲骨力啲拍拼，係了你感覺到勤 call。所以伊是比勤，伊是唔是講按簡單講勤 call 呢？就伊嘅勤 call 是因為伊啲骨力做到一項物件。伊是唔是對人嘅刻苦？有一個目標嘅，所以佢係真係好嘅字嘅。哦，你記寫起來啊，或者咱新嘅 podcast 是咱錄。我仲未聽咱嘅 podcast， 我是練一練嘅字，即係到頭講嘅。你寫起來哦，咱係 next year launch 嘅 podcast 啊。啊，好啊，好，寫。你會記啊？我考慮呢咋？我唔講一物件啦，有一物件是我唔知，我未曉嘅就。你知釣魚係咩啊？釣魚啊？唔知。最知釣魚係咩？我感覺人知釣魚是邊個學嘅？釣魚是唔是釣魚？釣咩？釣魚咪魚啊？釣魚。魚唔知啊。牛。嗯。釣魚我就聽過，釣魚就是獨魚啊。釣魚那是釣魚。釣魚。你哋唔是釣魚，你是釣魚。釣魚是唔是成個釣嘅意思？唔是，一股釣起來。我講有一股嘢。唔知話解釋講咩意思？我哋唔知個梅。哦，你啲梅王橋。我根本唔知啊，仲要。按照你釣字，你聽得到你講講釣。有時我梅話啦，我冇錯啦。我咁我去 verify 嚟啦，我冇錯話啦，意思變咧就有面。釣魚嗬，釣魚是。釣魚只是嘅嗰個啦，手推。我唔知釣魚係咩話，等我釣魚係咩意思？冇maybe 一些嘢嘅釣魚嘛，釣魚成個布拉格啊，叫咩啊？釣嘅，係咪？釣嘅，你是釣嘅嚇。釣嘅。但係我講釣咩？釣魚啊？釣魚聽講啦，我猜呢啦。人哋我朋友講起，人哋我冇去回憶，我唔是講起，是我哋都嚟看到，一 post 上面嘅咧，係啦，我冇去佢 follow up。釣魚就是講人嘅車一擺掉了，咁你學車啦，你車後尾掉了，之後一個阿娃就自己是講，咪就講當佢伊啲 call 掉車，要一個擺掉啲你車後尾嘅。哦，你是釣lâm布啊？你是講是人釣 L 啦，釣 L 啊？你釣 L 就是釣 L 唔是釣 L 呢？可是唔釣 L 呢？可是你 call 了佢後。哦，你是 probation。
probation 掉去 probation，是講我掉車係點聲 ，call 掉車係點聲。不 ，OK， 嗱，我解釋佢啲時候少年嘅時候，叮當嘅時候，我人是 call 車是一時 call 車是掉到呢，如學車是就掉 L learning， then learning 咧就人就叫做lembu咯，然後個掉 L。然後頭先入是背後嘥嘅時就俾掉 B。嚇，แล้วลูกข้อสิลูกก็เดียวลิงว่าสิเลยข้อสิเลยลูก唔是 learning 係สิลูก test 掉嘛แล้วก่อยแล้วสิ啊即是我人年代是無啊往老人正我是80就是80無頭路 probation 咪個頭誒80是走換咧無 probation 咧你 B 了是C 呢釣鼓可能是如果學車แล้ว人成個把如果學花車人就叫釣鼓係 maybe last time 咪是先是有聽到那講釣鼓咪有，這樣是 L 咧先咯。釣 L 啦，我先啱冇講釣鼓釣 L，特別有可能是你。即係釣鼓是你人賽車時你用一句話是無是賽車嘅意思，還是蝦米？你第時聽到後邊，你第時聽到。我朋友唔知一般蝦米笑，我未記啊，要佢人哋。是考車，嗰是學車，後尾掉一個白寫到面，嚇！伊我唔知寫唔嘢，啥是講伊寫伊白寫就講伊同你啲考到車，就是同你啲學到車，有時白，伊唔是一個 L， 就是一個白用手啊掉車。掉 usually 掉到啲 trunk 嘅後背嘅。掉，但係後背嘅掉，伊寫一直你看你話叫我隨便掉啊，我就未記第時看到嘅。對啦，我人講嘅是我講掉 L 啦，唔講掉鼓啦，可能是安尼。去並本無掉，L 是 lembu 啫。對，我諗 L 就是actually 其實是 learning 啦，是 learner 啊，什麼啦。然後特別我諗開始看到一是硬嘅 L 嘛，就四格白色嘅白咧就硬是 L， 所以我諗就叫 lembu， 我諗就講 L 是 for lembu 咯。because 開始人學車是隻白，你咪想你就叫啲平滑線都夾過咧 L， 你白。拍清波，唔是俾你白雲山邊時，伊股行過時就換車加板的嘛。有。所以你看到掉 L 咯，可能是都掉股嘅意思咯。maybe 笨嘅啦，我是叫掉 L 啦。即係我是老人嘅話嘅老人。你講老人咧講，就冇講講面話地方未記嘅。講就笑呢，當然。哎呦，你看我一看呐，阿婆，干嘛呀？爸爸問家細樣餓咯，你餓咯 boy， 爸爸細樣。OK，แล้วก็ก็ให้มีแกแล้วแล้วก็อูคาตาอู聽，老啊時候，คาตาอู聽，好啦。卡到有啊，如果老推嘅時啊，你壓伊嘅時候，啱咪諗咯，紅葉咯，紅葉對，紅葉我當時驚，我當要落樓梯嘅時候，我教佢講，安怎我落樓梯嘅時候，你啊，我卡到有成個冇咩好事，你一等就成個物件裡面嘅假就成個一靠就呢，咔呢喎，我就講，哎呀，不要緊啊，這是老啊紅葉。打落咪是紅葉。阿莫根本係紅葉嘛。我開始是為多餅嘅卡頭烏特擺。我 actually 有看到滾過嗰隻，我係卡頭烏。แล้ว有講過渣羅尼。你是司機啊？司機啦，跟他貴。冇啦，我有去看到滾過，แล้ว伊去做 X-ray， แล้ว伊甲我講是冇錯啦，伊講有時有可能是人跟老啊，或是咪好，แล้ว本來伊是講只是個有過嘅，特別我嘅聲有一隻大聲，然後伊係你 cap 好，你 cap 好是無對調，所以就所以你行是你攞掉佢，甲你cap 好磨掉。哦，你免做保險過啦，我老公講免做保險過，都要聽嚟講。你係拍針 steroid 做嘅好事。免做過，伊講無需要做，係講愛做，應該是愛 build up muscle 啦，特別半大人乜去 build up muscle。叫你 exercise 啊？係啦，特別翹肩啊，特別翹肩，然後你咪直接做 exercise 咯。
แล้วคาทรีบอยปุ่นคาทรีบอย卡吹杯，冇掉嗬，卡吹咩？คาทรีบอยคาทรีบอย卡吹杯係咩？ hip 哦，我未曉講 hip 喎。คาทรีบอย啦，卡吹杯啊，按怎寫啊？唔知你唔會吧？好屌，我未曉屌。阿龍，卡吹皮，唔是卡吹皮，唔是 hip 啦，卡吹皮是卡吹條我知嘅是卡吹皮。哈你是哈你是巴德嗦卡吹皮，卡吹皮是哈，卡吹皮是你把 jigs 嘅叫卡吹皮。特別 hip 我未曉話 hip 是你把，唔是把下，把下是 thigh 嘛。卡推啊，唔是叫卡推咩？把下掉卡推，把下是樣嘢話，把下是漢那話嚇。漢那話嚟啊。按我吹 dictionary，卡，按照講阿龍冇啲啊，阿龍，好屌，阿龍。卡咩嘢 ？hip，有啊？有咩學緊話？咩嘢？嗱，你 hip 啊 ，hip 啊 ，hip 係咩嘢 ？hip，嗱你就冇 hip，就冇 hip 啊呢？你就冇 hip 咩？係啦，咩？Oh my god！ 我唔記得講嘢。hip 啊，hip 是叫咩啊？卡 pelvis 嗬，卡吹背啦，背啊，是卡住啲你就係咯，唔是卡出嚟啲是正，到底你多餅正餅嘅 hip， 多餅正餅，你腰就冇腰會落嚟就是 hip 咯。我前冇龍講嘅咩嘢 ？hip 都唔知 hip 係咩啊？哎呦，哦，幾好啊！隔離你講嘅咩啊 ？hips 卡吹背，卡住背，唔是啦，嘢我。你都唔是背，你知我看咗寫，一字人咗寫，一字都嚟嚟，鄧蘭字，阿莫就是一下阿莫話啊。哦，我即係冇鄧蘭字，卡住皮啦，卡吹，卡住皮，maybe 寫背卡住皮啊，背 ，hips 都，背啊，我唔知喎 ，research 阿龍。啊好，伊是背喎，是啊，背唔知我唔知伊嘅 system 怎讀啦。背啦，佢哋accent 是背。伊是對咧 C 嘅聲咧嚇，伊是對咧聲 P 嘅。D 呢？背。Actually，這是最人嘅 dictionary，這是最人嘅 dictionary。切啊是膠嘅音喎，切膠音。特別我未曉，我本未曉，你教我。寶貝，我會講咩啊？嚇，卡吹杯啊，我唔捌聽過。你 research 嚟看看。你講你 source 得咯啊？哎呀，應該點之類，都得。用出嚟單小音嘅 check。單小音嘅 dictionary。嚇。你啊 ，OK。啊，嗰邊兩字是較坎坷。嚇。嗱，嗰邊物件咧老嘅物件，比方講小蛋時，差唔多要冚蛋。老嘅物件，煮老煮愛食甜嘅物件，你人有無？我頂擺細漢時，敢若是個食鹹嘅物件，我煮老了，我煮想食甜嘅物件。chocolate 啊，是蝦米啦？我一落來冇是個食甜嘅物件，特別當佢唔使食甜嘅事。แล้วก็ทำอีก看你有即係攞 healthy 唔 healthy 咯 ？healthy 人都講啊。แล้วจู老了八條未定。健康是咩？健康是 health 喎。啊，就看你 healthy 唔 healthy 嗰時講。看你健康好唔好嚇？看你健康唔健康？但是佢健康嚟講咧，你較無老面嘅度較無咧快來啊，我話殺掉啊！成日你腦用啊、電燈啊、辛苦用啊，所以無快老。有。我話殺嗰時你是幫你老誒，時就是真快老誒。嚇！你若是無愛，你無愛。做新嘅物件，你較快樂。
啊對。我你就知我你咁去美國，我看美國嘅老人家、英國嘅老人啊，清查安怎款你知無？啊，安怎？嘅老人啊，伊人較無驚新嘅物件。就是人，倒一位？美國。美國嘅人。哦。美國我朋友甲了是老人啦，甲了較70幾歲嘅。啊。伊人我有啲好朋友時啊，伊前咁卡我講，來個我去 Best Buy 我要看伊新嘅電視機，來去 Best Buy 我要來個我去伊蘋果嘅店我要看伊新嘅 iPhone， 你知愛即個新嘅物件，特別即邊英國啊，嗰啲老人伊人冇做呢款物件嘅咯，伊人冇。我買啊啦，老啊啦，我買做呢物件啦。伊人聽新嘅物件，伊講哎呀我未曉啦，我老了未曉。可能啦，有可能啊。小法啊，我想你若是有安尼款嘅小法啊，你較快樂。對，快樂個超老對。超老。哈。有咧，有當時哦，你問講，特別是看人嘅，有當時我有朋友咁想，可能話講啊，哎呦我30幾歲啊，買做呢物件咧，嗱，你想講我伊想講。你幾歲啊？買做可能物件，我就少講幾歲啊？買做物件，我是未做無法度啦。冇啊！我是做老咧，我愛做物件做濟嗰種。未我驚講，哇！你較好，是我希望我咁樣，我冇驚死嘅物件，我買上架我看到嘅老人嚟嘅款。呢是 Skype 入邊嘅。啊 ，Skype 平時裝的，沒有事。最老嘅先啊！哎呦，我可被幫酒呢？OK 啦，小蛋，我被撈酒。啊，哎，有，但係嗰隻老嘅就是幫酒啊，打波唔咩打鼾啊！你成日幫咪就俾佢係幫酒，定都係打鼾。就打牌啦，就打牌快，仲都冇得幾歲呢？嚇？冇得幾歲呢？都攞得快。我是成個講啊，我。特別唔知是啉水濟㗎，還是無啥。特別我係基本，我係講成個我阿妹是頂到後，我至少窮我自己個請起來過來幫住佢。當今晚時阿妹我就請起來幫一刀。你幫咩冇請起來幫住佢阿龍？當然吧。哦，你講啉水無？我想想嘅喎。我啉水嘅，你想啊？我另外我就搬起來幫住咧。特別我咁講啦，我講我就是講啉水啊，啉物件，甜物件好，鹹物件好啊。我困陣我本啉一後啉水啊，甲去困嘅咋，我關時間嘅咋。所以我有拄過真濟兜咧，我敬酒，特別我冇起來幫酒咋，特別我忙裏邊咧嗬，特別是甲水有關係。真敬酒走嚟走去，然後第二早起7點幾請起來時，真正愛幫酒嘅。真急啊！我身軀會打鼾鬼咩咯，但係嘢我忙着甲水、甲海、甲激有關係。fountain 啊 ，waterfall 啊，是江啊，流水啊。對，真正係水嘅物件對啊。兩百，你唔是流。我是講我兩百成日講係幫住啊，即就幫出來。有啊，我有拄過咗。你嗰時真大漢，我當然積邊呢步啦，我有真正捌拄過咯。我身軀無叫我起來幫助咯，特別伊甲我幫出來。你身軀就是叫你幫助，你話叫 ignore 呢？你有幫助物件，我就叫你 control 咗，幫助嘅咯，搞咗咯。我本有嘅，我今年哦，只一擺就得，我困時我幫住我跟住激住，了結果是哦。有紅人請嘅，然後你記住啊，咁樣幫住我，然後流出來哦。是咯。我其實我是人困嘅，是人講啊，你若是攬伊手喺入邊追啊，伊就抓追啊！唔知就變滑追還是冷追？I thought you warm water 成個事。困嘅是伊困大，你夾伊手咧攬伊入邊就攤嘅追啊，然後伊就流住嘅。冇，你叫你尖面超，你尖面超就啲淡就湯嚟作水，你
你做追啊？I think so 啊，成個事，你就俾縮伊，你就佔到啲嘢超嘢嗬，你可能就蹦出來誒。唔知有冇有我唔知。誒，等陣我俾教大陸人啊，讓在 Google Plus 會動牆啊，會冚打啊。哦呀 ，Google Plus 會冚打，所以變做好，我那時講嚇。係咪嘅？你安怎啊？嚟啲人冚打。就是講冚打咧，嗬，咱嘅 hangout 少上啦，特別我俾安怎同地路人呢？所以我是想講，either 用 Facebook， 特別 Facebook 只炒嘅 Facebook 係，我 announce 講其實錄音是啊，伊 reach 啊就少人嚟咋，我 Facebook 比如7000幾個人啊，伊嘅通知到上加是唔知到20、30、40人可能樣子，就少呢。都去到河類啦，你依家同啲係濟人㗎，所以變咗我話沙講路，但是講攏俾仔嚟講，係攏到啲邊啲學見到，佢咪幫嘢位，我到啲下邊完 post，所以個攏嘅仔特別按照同啲攏仔呢，就是 maybe 路人 sign up 攏嘅我未 figure out 啦，攏到啲 website 我同攏講。安怎 sign up 成個講 maybe 成 email mailing list 嘅可能，所以我成個學落 email 咧是話俾落 email 是話 email 個人講 OK， 即係禮拜落 email 你俾 sign up 嘅後，你俾 register 嘅你去邊啲學嘅呢幫嘢去 register 成裝咯，所以我就係講RSVP 啦，但我唔知講乜用係咪 software 嘅，所以我當然啲小條先，特別我俾個人講人哋俾冚大啊嘛，你 Google Plus 我俾個人通知啫，แล้วก็T-shirt 啊半嘅ก็แล้ว20คอก็แล้วตัวเดียว T-shirt มัน20คอแล้วลองคำแม่เลยลองที่เบก็แล้วลองขีดเป็นเองลองว่าการก้องขีดเป็นเองแปะเบ directly เลยตัวใจก้องจะใส่ส่วนนั้นคือตัวที่เว็บไซต์ still เบก็แล้วแต่ปี shipping 相嘅啦แล้ว冇跌掉講100% guarantee 啦，ใส่ส่วนว่าการก้อง inventory นั่น就冇打熱嘅事啊。但是講攏做 size 啲 website 邊嚟講，你 size 邊無咧往個同啲路看大一號細一號都愛買。20塊嚟攏，係咪去買？了是真正是對起是人嚟使，甲了人穿邊咧學見嘅 T-shirt，了內 design 啊，所以人是講邊到買一個 design，當然佢使買第二 design 是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咧我特別今日就看攏要到下次我想發過嘅是。最主要未記啊，但係是蘑菇咯，後條帶邊後條，แล้ว老後條，แล้วก็椒啦，英國中澳洲比，日本嘅，西根啊，日本嘅，個鵝鳥，個他媽的新椒，叫咩雜波誒？安呀。อันยังจะ spell หาลงอันยัง NIA 咯อันยัง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ปุตุมายม咯แล้วก็ออติตู咯แล้วก็ลำบอกก็ไล่แต่ไม่พูดชื่อเสียงก็ผูกีพองพาก็ผูกีพองพาแล้วต้องมา Skype 係邊個就講 Skype 係邊個即係困起啊會係看有咩啊今早幫聊乜嘢嚇？華羅呢個是你隔離見到是華羅呢啊？但係安妮是裝啊安妮。貴國水。講嚟講國水。安妮講貴國水得啫。安妮是講貴國水係咪？有一樓啊，有一樓。你正看到我未？有時。個頭媽講過下到 Skype，係只看係你查某咧，係咧wait，只看係只看咩啊？到啲澳洲嘅啊，未打閒嚟困嘅啊，呀，別針機，別針機對，แล้ว個後條阿龍咯 ，OK， 感謝咱到啲錄條，人頭媽手啲未記實7分鐘啊，我個實。เราไม่ subscribe ที่เป็นว่าเอาไว้ number 都可以做喺 key subscribe 在 YouTube 嘅一定叮咚叮咚叮 key 那做喺貴節清 OK 感謝各位聽眾先睇下禮拜再見今日聽新嘅話題拜拜拜拜拜拜